这个灯，这个亮度、光度，费劲。就这样吧。这相机的它这个逆光啊，它不太好照，挺烦的。每次调它自己照后面去了，然后黑乎乎的，那只能把窗帘关上，它就不照后面了，比较烦啊。今天想给你们读一读这个《黄庭经》啊，《黄庭经》。今天先读黄庭的外景玉经。那我这个我就只能用白话来读啊，我没法用那个 Mandarin Pidgin 的语言那没办法，那里面缺音啊，五音不全。我上次说过了，你缺那个闭口音，所以读东西呢没有韵。你装出那个云来没有用的啊，那不是叫云所以我今天读这个因为是白话，不知道他那个配音就是字幕能不能正常，这个我不太清楚，做完以后我才知道太上皇庭外景玉經，太上顏居獨七言，解說身形及諸神，石有黃定雅關元，偶有幽曲殿名門，烏給爐間入丹田，玉自聽水骨靈根，審能修之可象論。黃定中人衣朱衣，關門帽石鴨兩飛，幽曲鴨之高巍巍，丹田之中丁稀微，玉自聽水石生肥，靈根堅固流不衰。中自有時復戚衣，橫雅三端陳所居，中外相舉總歸之，神路之中光修節，元靈氣管手丁符，急高地丁以是子。集中有時常衣光，點能見之可不秉，橫立chẳng戚一kỳ相，點能守之可無影，烏給爐間以自想，保守元堅身受興。荒天之中僅該堂，丁順雲歸流復壯，心機幽曲流下境，仰點玉樹靈可裝。遮斗不凡無旁，靈台通天臨中野，方天之中之關那，玉皇之中神門路，皆是公地教我者。明堂梯達法海源，真人地單當五田，三關之中丁氣深，地獄不死修昆侖。關公重樓12級，宮室之中五氣雜，戚情之地中自立，雅有長勝元谷邑，長生腰趁房中急。喜觀淫欲尊地丁，天田戚雜我自生，居地長樓心安寧，推之柔神三kỳ靈，安能無事心太平，相信玉皇神明達，是念太湯不飢渴。域取六丁神女歌，拜地丁路可象活，精室之中神所居，水身地自無敗污，禮觀五臟是跌倒，六果修子極殊蘇，虛無時緣鬥之高，物有時緣是不凡，隨公無為身體安，虛無之居體為間，寂寞曠然口不言，多和獨立真人公，點膽無欲又得緣，聽頂香擊玉女團，修得明達道之門。獨斗悠悠心獨居，俯仰聲名守虛無，點膽無畏俄斯女，語亦已成正符疏，長生祖是乃非虛。五行三天同根的，三五日希本其一，隨共之斗日月，保育為諸和之室，點能知之萬事不，點是有之子莫失，的欲不死入金室。
七人入日此五斗，天得第三回相守。星光燈推入乃早，玉石落落是五寶。地thì有知而不守，深曉根基引華台。伏丁神地入洞丁，九月之山而定定。中有真人可寫令，內人三神可長生。七日之五回相合，昆崙之山不埋五百。地公丹城樓，鴨日月處明珠。萬歲朝朝非有期，外本三人乜地來。內區三陰可長生，運欲上天魄入順，還運反北鬥時熱。純機極諸孤靈根，玉記金石上元堅。大地元天周乾坤，頂宇非時戚住丹。天人偶比列奇門，雙喜還丹與元團。頂歸引天之靈根，中有真人根金根。虎急自負開七門，天非之入實子根。周野非之可長斷。仙人鬥士非有神，的丁所之和專人。因狠直谷與美，獨直太和陰陽氣。高能不比天將機，成出五堂各有方。心為國主五堂王，手衣洞庭氣得硬。鬥體驚我神明光，周日朝朝夜自數。喝陰將機特寶，驚你六火同茅友。東我丁華接陰陽，轉陽之陰同於局。常能硬之不知老，干之為氣收而象。羅列五堂生三光，石入三雕也玉釘。丁酉天地長生斗，我循雲拍對中央。丁日流頓於秋香，立於元英暗明堂。通華丁調陰陽，雷電霹靂爭爭聞。有多貌是五七，伏於元門偶天斗。近睇天身雲地數，聽聽無為神流子。丁上常也開分理，丁偶天斗長生斗。七孔理通不知漏，還個天門偶陰陽。也於牛窿通神明，歌話該也聽得亮。入丁去冤結五形，kỳ成雲丹可長生。還個華字懂神丁，立於明堂廣丹殿。釘水諸神開明門，通理天斗順靈根。陰陽力波處流星，干起周雲眾無端。非之為氣三雕起，上在天門偶孤斗。燈日流頓通六府，對比上也開兩耳。窺視天地順動地，調和丁華似發似。顏色光澤不福白，也於牛窿臥落落。諸神相會求相託，也入光宮地華色。引動華貴觀通路，專受心神轉相污。干我諸神逼住地，彼神還歸依大家。知於會館通虛無，放養靈根不福報。拜得名門處玉都，守傳萬歲年有餘。彼中之神主中宮，召會五堂歷三光。上入天門及明堂，通理六府的五行。金木水火土為王，通理一物運為丁。都七竅去不平，兩神聽得關玉英。上品元氣覓益人，日月列波爭陰陽。五堂之主神須丁，伏於太陰成kỳ形。七日兩竅入宏定，烏給虛無結五形。鏡我筋骨一脈成，往骨沒見過聽靈。對路也觀tiểu洞，內得田之神明光。出於天門入無間，點膽無欲引華境。復直元氣可垂生，反還七門飲太淵。歌我牛窿歌聽靈，水陰間結tiểu洞。萬於天斗與kỳ公，復直靈之與玉英。鬥得白多篤丹田，沐浴華字生靈根。三副聽得開明門，五味皆知傳氣雲。大斗洞洞心莫煩，披發行之可長順。五言不語莫妄傳。这个念完了中间可能有些我要剪切一下，这个是读的比较快的版本，看看如果你们觉得不错，那就这样；如果觉得太快了，那下次还可以读一个稍微慢一点的版本，好吧？今天主要是弄这个
黄庭经啊，黄庭外景经先读一遍给你们听听，然后你们可以学啊，跟着学啊，肯定比你们那个 Mandarin 啊 Peking 那种话又唱又顺，你读完以后肯定那个口生干叶啊，好吧？啊，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啊，今天我就不展开聊了，就这样啊，拜拜。